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上個禮拜就冇出片啦，咁因為事忙啦，咁啊，都而家補翻啦。咁啊，今日講一個話題，就係一間叫做白雲山嘅藥業公司嘅名盤。咁啊，今次係第16篇嘅，咁啊，暫時睇落咧就兩樣嘢，第一就 view 數好低啦，咁所以我有時間我會繼續做嘅，咁冇時間就冇辦法啦。咁始終就係咁做出嚟都係要推廣八字咁啊宣傳，咁 view 數低即係冇人睇啦，咁宣傳唔到又點宣傳咧？咁但係自娛嘅都會繼續做嘅，咁但係就可能會再慢少少啦，咁希望都有推廣到嘅方法，咁可能講其他嘢咧，咁嚟緊可能會多一個叫做講香港嘅風水嘅樓盤嘅講解嘅睇法啦，係啦，但係暫時就以上市公司嘅八字去推斷一間公司嘅成敗起跌咧，咁嚟緊咧就可能會少啲，咁或者轉用其他方法啦，係啦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咁既然係講八字，咁梗係唔係講股啦？咁可能因為係以為講股係做宣傳啫，咁冇辦法啦。如果係就好啦，正式啦。白雲山原來係咩咧？其實我真係唔知嘅。原來咧係廣州一間好老牌嘅藥業嘅公司啦，咁就做中成藥嘅。2000年代到近期，你會見到佢都有爆升有大跌咁樣，有升有跌咁樣啦。咁正常啦，有升有跌都正常。係啦，睇翻啦，就係依間係因為我唔識佢啦，所以好事嚟嘅。咁剛才講嗰啲都係睇維基話翻俾我聽嘅啫。而家可以話到俾你聽嘅就係我睇到佢一間白雲山係賣藥嘅。我喺批算嘅時候咧，去睇嘅時候咧，我特登唔睇咁多後邊嘅資料，知道原來呢間公司係點嘅，咁就算啦。所以其他嘢唔知道。咁所以簡單啲講啦，就係呢間公司既然係乙木嘅命，咁佢係喺戌月上市嘅。咁成個盤好明顯見到嘅就係乙木無根啦，秋天嚟啊嘛，秋金透啦，金嘅格局。丁火都透喎，喺月令嗰度透出嚟喎，代表咩咧？代表呢間公司咧，其實係實力幾唔錯嘅，佢只係佢自己唔係好得，所以個公司嘅形式就係佢睇住個環境去做嘅。乙木無根，出晒戌月秋天尾咁嘅意思啦。無根係代表住咩咧？就係咧，頭先講佢自己就睇形勢。但係睇形勢之餘，睇咩形勢咧？睇金啦，庚辛金啦。代表住佢面臨住就係官月煞嘅一個好重嘅環境，即係話監管啊、規管啊、行業壓力啊、競爭啊，係好劇烈嘅，條件規限好高嘅，咁係需要鬥爭之中而成長。咁點鬥爭啊？人與人鬥，人與人鬥就好妙啦。呢件事就係因為乙木無根啊嘛，咁佢其實有種特色就係既然係鬥鬥落去咯，鬥大啲。佢連自己都唔介意嘅，咁總之係跟從個規矩去做，呢啲叫從格。好啦，從格即係跟進個規則去做啦，老細點講咪照跟咯，好跟規矩、好聽話嘅間公司。好啦，問題就係如果真係好聽話就好啦，有人挑戰嘅，有人唔跟規矩，即係丁火反克庚辛，呢個就係問題啦。呢間公司問題就係面臨個環境，好有規條嘅，但係其實好多人唔跟規矩嘅，咁呢個係好符合嘅喎，因為現實嘅情況就係話，
係要跟規矩做事，梗係自然可以獲得利益啦。咁但係梗有一個市場上面嘅破壞者噶嘛。咁如果唔係點生存咧？係咪先？呢個係好正式嘅市場學嘅情景嚟嘅。咁啊，當然面臨住嘅就係話，市場同一個嘅規管之下衝突嘅一個現況咧。咁點算？點算？所以成個八字盤就係用土蝕火生金啦。依間就係間公司嘅情景啦。咁啊，如果唔係生存唔到嘅，因為點解你嘛？如果係要跟從規矩，咁即係官殺啦。咁但係食神嚟加殺喎，咁點得咧？係咪先？係咪？咁啊，梗係唔得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繼續講落去啦。咁既然係咁，用土蝕火生金，咁呢個八字得唔得啊？原局就係好得嘅，係好得嘅意思係原局嘅環境好得嘅，因為財旺呢個八字嘅去到呢個環境，秋戌月啊嘛，又丑又見丑啦，又有長生啦，土好重嘅。好啦，問題係唔透啊嘛，所以天干不停地都有食神去克官殺，不停有嘅，係財旺，咁即係話阿媽底用一個物質務實嘅方法去解決，咁即係賣藥啦、打價格啦、打一個價值啦，去解決呢件事。咁但係問題係土冇頭啊嘛，下下都係對付唔到個丁嘅，咁啊丁火永遠都克金嘅，咁所以面臨住嘅經常就係有人挑戰，有人 challenge， 有人搞事。咁所以其實呢間公司係上市公司，都已經係幾大規模幾 OK 嘅啦。咁但係即係上市時 OK 啦，上市之後咪經常有嘢搞局咯。咁所以問題係原局已經啲係有浮浮沉沉嘅可能，因為經常俾人搞啊嘛，行事不順啊嘛。好啦，咁但係上運之後會點咧？咁啊，其實行土運、行金運，加強去行。咁行土運最好咧，咁唔係喎，行水木喎。咁呢個八字最大嘅問題就係月木佢係冇根，咁所以要重格。咁行水木會點啊？就唔重啦，就唔會重啦。咁就係問題啦。要重格，你玩唔重格，咁點頂呢個環境？庚申都係透至戌月，即係秋旺啊，又有長生。又有個丑土個無虎源源不絕，咁嚟克個月木，月木陰乾又唔中意克，咁點搞？用食神咯，食神嚟嘅話係加殺 OK， 水運喎，克火喎，即係用神又不力啦，咁咪即係攞嚟搞，所以初上運都係浮沉嘅，唔係太得嘅。咁跟住啦，咁唔知會好學術啦。咁簡單啲講就係，即係講跟翻講嘅就係話，明明要跟風嘅，咁偏偏唔跟風，有人支撐之下係要死頂，咁咪攞嚟衰咯。呢個就係個現實嘅情景。好啦，呢個就係入2000年入咗辛亥運嘅時候嘅現況。咁術語嚟講就亥來生木啦，蝕金生火啦。天干仲要辛透，咁個丁克金係好嘅，咁但係水運啊嘛。好啦，水運咁水來生木，蝕火生金都好嘅。好啦，地支重土啊，重土克水，兩字沖一害，又係攞嚟搞，又係即係既然用水又唔得。點玩？咁去到2010年，所以之前問題係10年有問題。2010年壬子咁就唔同啦，壬子唔同啦，丁壬合木，丁壬克合，壬水先克丁火，咁庚就可以克進月木，係啦，咁。當然啦，咁剛才話用水咪水克
火水生木啦，泄金克火咯。喂，火克地支火生土旺而克水，更純粹天干又合咗丁火，唔搞局。咁於是去盡印星啊，克咗火，更旺啦，更可以克木啦，10年順利翻啲啦。個八字就係咁啦，好得意啦。所以2010年打後係有10年係呢10年當中係有一個提升嘅情景。咁啊，用原因係，係啦，原因我哋睇壬子運啊，原因係呢度。合咗先啦，跟住克合啊，咁啊滯盡啦。咁啊，先唔好講丁酉合到木，合唔到嘅，所以克火。咁啊，水咧仲有冇生啊？個水係被丁克合咗引開咗，所以丁壬係堆埋一堆，冇生木嘅。咁啊，所以庚克木啦，正。咁咪正咯，係咪？呢啲咪好事咯。好啦，咁去到癸丑咧，到癸丑運咧得唔得？癸丑運水克火，水有生木，水有生木，好唔好啊？水有泄金生木，有冇泄金啊？金都有冇符喎。冇泄到，土來生金，所以呢10年2020年打後係差過現在，八字就係應該要咁樣睇嘅，即係唔係話喂水透喎，用神透喎，用神有力，係咪？係有力嘅，有力嘅。水泄火啊，克火，泄金生木，咁但係環境同之前比，重格好啲。定係用印好啲啫嘛，用印差啲喎，咁佢要用印喎，咁咪差咯，因為用事方法唔夠有力啊嘛。格局係金，格局提升係環境好咗，好啦，環境規條係規限好咗，即係競爭力。趕絕其他人入市嘅能力係強咗，咁但係都唔好趕絕埋自己啊，係咪？要靠政策扶持，即係用印生木，即係政策傾斜，政府提供資源唔夠力，咁所以咪差咗咯。八字就係咁，應該咁樣睇啦，係啦，唔係純粹就係話喂用神透咁啊，呢啲咪卜公式，冇意思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分享到呢度，咁啊，明就明，唔明就問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明，了解多啲，咁啊，冇啊，好實，我冇辦法好術語講得，所以因為呢個係職業病，所以有問題就問啦，咁啊，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